准人仙对相克。李兴昌2008 8月12作，2014正月初8点。请借问报产的华语未练转，日本话下下叫的阿公啊，人咧讲准人仙，你敢知影古早拄啊伫地？你敢知影布店迄个少年家坐袂牢，走去听人分小吹，心肝内忍袂牢的迄蕊乱花一直飞，飞去甲丁仔布院的台语歌谣连做伙，点点吐出青春稀微的心内话，讲无要阁斟实名者吞大安尼的话，迄支酷刑的卡地。啊！被人放杀的阿母的歌，安尼的话，咱要去对找。请借问路边的台语下下叫，华语嘛会通的阿伯啊，人在讲准人仙飘撇的脚步，行出真济艰酸苦涩的歌谣路。你敢知一年换24个头家了后，田庄兄哥有啥物补数？酒场粉店娘目屎七搭，冷淡世情，敢有较好度？为人打炮不平，报道好男儿，如今敢还有在走江湖？水车姑娘，迄台水车，车车车车车车，你敢知影？现此时还有啥用途？迄早起啊，落大雨，落甲迄下晡，你敢知影？安尼台湾恶人的心有偌尼寂寞啊！被人放杀的阿母的歌，安尼的话，咱要去对找。请借问。王卡的华语下下叫，台语拢袂通的阿弟啊阿妹啊，人在讲准人仙，报道万物，报道四季，拢是安尼台湾交代的心声。报道风情36条，条条拢是安尼台湾热手的形影。如今台语三声无来，淡水无色。敢若春一摆暗淡的过，如今台语有路无处，旧情绵绵，敢若春转过情已断的命。我心内思慕的阿弟啊阿妹啊，你怎样离开安尼台湾的身躯边，互我心真惊。叫我为着你，每日心稀微。深深思无你，心爱阿弟啊阿妹啊，紧转来，紧转来，安尼台湾的身躯边，毋通互我心痛痛。啊，被人放杀的阿母的歌，安尼的话，恁敢有要来斗找？